导啦，连签名拢遮好看，那这个世间哪有遮缘投的人会睇讲的啦？哦，好讲。啊是安怎？什么缘投啦？到底是安怎？买来摕保障的啦。卖吵啦，有够好看的啦。什么卖吵啦？我拢来到遮呢。真无礼貌咧！我等下你欣赏我这个签名相。你看边仔四位拢比你知礼貌。安怎？啊，恁对倒位来先介绍者。哦，小朋友，咱看头前大声讲出你是什么队？我是蓝龟半山队。好，自我介绍一下，你是谁？大家好，我是新玉。大家好，我是基温。大家好，我是新谷。大家好，我是雷墨。雷墨。头前我有听到你讲南国半山队，这是。听阮来介绍。哦。中华古早叫半山，东边一粒八卦山，山顶树木七零零，一山大云坐蜻蜓。哇！我吃起了。中华朋友啦。等下，我过来介绍咧。好，咱中华古早号做半山的原因是，因为进前啊有一个平埔族，伊这个平埔族的半山社，伊迄区就是伫阮学校的迄区位啊，就是阮的学区啦。伊甲咱教真济咧。对啊，因最厉害。还有中华朋友八啦。卦山，还有大佛坐咧遐，坐在就对啊。哦。啊，是讲你拄则是咧讲啥物缘投安尼，是啥物代志啊？我甲你讲。嘿，妈妈要这就是我上界珍贵的宝藏，上界地贵宝蔡昌宪的签名相啊！哈哈，这种破声敢会使？对，因为是我非常欣赏的 idol， 伊唔但敖唱歌、敖演戏，啊，佮足敖主持的，所以伫我心目中就是 number one。我跟你讲，我最近哦，嘿，来去摆一个嘿，签名相。这位就是这是像金金哈，都会讲。哦。要讲我无？无需要无需要。哎，安尼我想要来问一下这小朋友啊，恁敢有捌录过星，还是录过什么团体有解啊，idol。我有，我是韩国的一个 G idol， 我上介意内底一个艺人，伊叫做美妍。啊，还有其他的小朋友无？好。啊，你有？我的 idol 就是咪咪姐姐。上亿，橡皮上亿啊！咪咪姐姐。是安怎会介意咪咪？因为感觉队长，我感觉队长你足够水的。哎呦，这实在来这张你是上面。台湾这对，哇！你安尼摆3工，你是甲送伊哦？这需要啊，这需要真的，这乖着。那安尼我要介绍，我介意蔡昌宪。来，好你紧，好你紧。才有2张，不啦，等者，伫你介进前，内幕已经赢3届手啊！你好讲一下啦。介绍，你我上介意91。91哦，啊，因3个你特别介倒一个？洋葱。洋葱、哦，苍头。苍头，你介苍头？哎，即马苍头已经变瘦啊，你知无？烟豆呢？哎呀，我加烟豆，苍啊酥，季节拢剩伊。哦，心目真好，这2张哦，我分享1张互你。好。好，你敬，好你敬。袂使摕去外口卖啊！多谢你。你要倒1张？我要你要1张啊？好。我是感觉吼，啊，救星吼，到底有啥物好的啦？其实对星期有真侪好处啦，你看，因徛出来，因唱的歌，啊，因演的戏，啊，佮因讲的话，拢互咱真侪力量。对星这种代志，就是在人的力量啦。唔好甲家伙开了，好不好？知。啊，不过你这张签名上界当叫我看，我拄啊远看无啥。看不清楚哟。来，请看，较细腻哦。你看咱1张尔。1张尔，剩1张尔。我跟你讲，这张相片已经伫我手头啊。你若是要我摕宝藏，我就甲这张相片也无。记得啊！袂使啦！你好，你要讲你需要啥我拢答应你。我有需要摕宝藏。摕宝藏好，我互恁调整。啊，你莫匆忙，千万匆忙哦！我要画，迄3个字叫欣来家的。好来，准备接招，欣来家。叫阮的名，尽管是新喜爱挑战，恁虽然拢有一个称呼，
看阮叫到倒一个鱼仔下落来，若伸到一尾鱼仔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探险队，恁的皮就甲我平较安呢。洪小姐，你有感觉因一来迄个气势真好？他个足专业的。足专业的啦。你是平常是拢安那练习台语的，还是有参加什么比赛？我是全中华线的曾经是演煞第2名。哦，厉害厉害来来。我是龙头。龙头，你是比龙头？咱我嘛是真经是演煞，不过我无伊遐高啦，我伫学校尔。哦，啊你就真搞啊啦！啊你无你是比啥？我嘛是伫咧学校龙头。龙头。拜拜。哦，真厉害呢！今摆就看你来表现啊，准备好啊未？好。来哟，赢了噶！看伊啊，哦，看伊啊，哎。好啊，来，小敏，看遐，好 Q。拜拜，来，足强诶！强哦！文，真好来看遐。红莲鱼。鼠，来，过来哦，看真少哦。心，哎呀，小米来摕。哎对，跳，骗个你困啊骗！来，啊好，昂，哎呀，脚往蹭，心，嘿，拜拜哦，大家。九鸡。哇，标准呢。来，大家。刮叉头。既然知影刮叉头，哇，厉害！什么进水？pass 哦。哎呦，你这个鱼网啊拢无摸着。你这个念过啊？红菇。鼠，你头先讲红菇啊？我看你大个所在无我海哦，甲海。海底，哎呦，哎呀，往后，嘿，来，航阿鱼。啊厉害呢！来，文，头毛菜。心，加油！这条线啊，好笑啊！无半尾，哈哈，无半尾啊！来，好小姐，小姐，来家，什么进水？蚵仔鱼煮水，哎呀，今摆会晓啊？啊你敢不知蚵仔鱼进水是啥意思？就是蚵仔鱼就爱当去洗卵，就爱收起哩，所以嘿，收起你，对，收起你这个重点。困难最勇敢。对，力争上游，真好，破我声水姐。蚵仔鱼进水，就唔惊困难，改拼，吼。再来，咱看卖后一题。啊，做俩。烈海菇，你看这个动物，多加那康你竟然讲红菇，倒一粒红，敢若菇伫遐尔你。这还要讲是讲连红菇哦，敢若伫拜拜的时阵，伫迄红菇是卡开食土豆的。这是烈海菇，海菇，嘿，就是咱的绿西瓜，知吼？来，好，咱来看卖，哎呀，高茶通摕一块大片，一块尔吼。啊，那靠后边，那快大姐在倒位置哈，来，都一样的哈，会记得哦。厉害！ 10点钟。我要给你带你当帅，好来家，好来，第一关一块大片，第二关应该就是2块大片尔哦。准备接招，赢了噶！台语上咧等，轮仔顶的2个人形容因看到的物件，作答的人讲出正确的答案。伫因包落来进前看有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应的大片。若惊险，就赶紧落来休困。拜保重，恁就摕袂走啊！想要甲恁问一下哦，恁是安怎分配讲，谁要去你爸啊，谁坐一只回答的？哦，因为我会惊。
恁两个会惊？对，我爬起来的时阵会喘。你会错啊？我是自愿的，我想要升这个。哦，你想要升学，升看卖，爬看卖啊，就对啊。我上厝边。哎，亲像恁拢是共年的吗？敢有？我是6年，我5年的5年的。我是4年啊。啊，毋过恁看起来真捌咧，恁是原本就伫学校就熟悉啊？无熟悉，无熟悉。我甲启文本来就是识。因为通常拢有熟悉，恁是学校足侪人是毋是2000外的人啊。对。嘿，我学校2000外人，对。中化市上大的学校。有呀，2000外人，起码足罕行的呢。安尼我知影伊的意思啊嘿，2000外的选这4位小朋友来遮上学讲台语。对，真正就是恁夹做伙。啊，不过阮的题目嘛是拢是上厉害啊，无遮简单哦。来，准备接招，停了卡。好，来，来，放下，几个字？是啥？唱歌啦！咱来一个人讲就好，我听无听。唱歌是主持人。哎呀，好来，几个字？好快就上色。几个字？几个字？我知啊，是这边上色。上什么？课表。哎呦，我那个出啊。哎呦，哎呀，bonus 来啊！哇，这 bonus 我的小 A B 3老师是背，哎呦，收强啊啦！几个字？拜拜大小新民啊，哦，讲着错，讲着错，哈哈。几个字？几个字？汤用的2个字，汤啊，健康，天堂狗蒜头啊。几个字？物件头家开互阮吃了，几个字？当真上课，懂无？哎呦，懂了，当真上课就懂几个了。字？阿公阿妈咧快，爱记得。阿公阿妈支持会敢会伤厉害啊？几个字？你出来白，面顶白。啊，哎，几个字？ 2个字，3个字，就叫买东去。糖啊。哎呦，厉害啊！几个字？pass。 pass 哦。几个字？袂使甲查某人问的。你记。嘿，你莫老问哦。我头拄仔伫写的，逐工拢写的2个字功课。唔咪，记落今仔日我做伊记。嘿，你记。啊，记讲就记。哎，讲着记歹势，几个字？ 2个字。哎，谢谢。买物件，头家甲你称外重的物件，懂啊？哎呦啊！我死死混混去啊我。几个字？3个字，阮5年的第2课，齐柏林做啥物？翕相。好来，齐柏林做啥物？ 2个字，继续。老师讲安尼坐久，又遮久就歹去。哎呦，几？lucky 啊！金纸。头先讲无说你讲着纸，哇，可笑。啊，通安怎去形容？来试看卖一下。新名的字，小无姓名的。字，好来，安怎念？靠海所在会当掠虾啊，会当掠海产。掠海产啊，爱报关，爱报关哦，爱报关。对，食海产，食海产。哦，对对对。啊，海巡一定会甲你检查。嘿，对。安怎念？日记，写逐工的代志。我逐工拢爱写我今仔日做的代志。对。你嘛即摆搁咧写？有。但是你今仔日就真侪物件通写。对。今仔日也算写了了。好，来，看卖哇！哦。 bonus 嘛对啊，13题，通啊摕到2题加1题3题啦，请摕。咱咧靠后第边。 3批哦。哇，一时啊3题都摕去啊啦。拢空中会空中会买药，当谁来？好，手高吧，好来接。啊，想要到这关哦，恁摕3题去，赞哦。后一关就无共款了。来哦，准备接招，停来卡。总讲一句，2个人甲动物搬转去因厝的，另外2位就会当看题目做句，伫网啊夹起来进前，看你会当完成几题。要摕宝藏，绝对毋是戆人想的遐尔简单。
今仔日啦足久无，看中华来囡仔姊，若教讲台语，听讲佫真学真侪才艺，是毋是？哦，你有学什么才艺？小提琴，violin， violin 哦，就难呢。会 violin 安尼哦。啊，你是学偌久啊5年啊， ？5年哦，5年的时间。啊，是毋是有当时拢有去比赛？有后礼拜一，哦，你拜买啊？violin 了，啊，够以后佫啥？我最介意画图，最介意画红仔图。我即摆已经出4本红仔册啦。有影这厉害哦！啊，是有故事的哦。嘿，虽然是阮同学伫看尔。未来反正有这个价值啦，你该留起来留起来。好，继续加油。啊，恁两位敢有学啥？我就是进前咧，迄学校的语文竞赛，哦，就参加咱的台语的比赛嘛朗读不管是朗读啊，还是讲演说，对啊。啊，第八嘞。我无伫咧学校上迄台语课，是咧上客语。哦，你是刻意来用的哦。较用心。哦，你办暗强啊！会晓自我介绍。哦，自我介绍好，无你试看卖者。大家好，我是总发烟总发师那个贵少，4年7班廖丽曼。哦，厉害厉害厉害！那每一个同学其实伊拢有家己想要学的物件，啊，就专心学，就学到一个成绩，啊，表演出来，大家就想要甲伊拍波啊，甲你鼓励，继续加油！啊，今摆要甲动物赶回去啊，吼，请一位来，准备好未？好啊，来哦，停落卡。啊是，手较大，手较大，才飞起哩哦吼。啊，这较轻哩，较轻哩，较轻哩哦。这是当一个人去的就好啊。快点呀，飞叉，一个人去的，刷波，刷波，一个人去的啦，要到啊，要到啊，无你的，你那个歪出来。哦，小朋友，好来，来家，两个小朋友来家。第一个题目，标定个体操。要到啊，要到啊，无你的，那个歪出来。好，小朋友，好来，来家，两个小朋友来家。第一个题目，标定个体操。我伫庙埕内做体操。水，好，安尼听一个动物，啊，快啦！好啊，水计划，哎呀，水计划，水计划。哎呦，哎呦，来小朋友来家。已经9点啊，伊还未去困。水哦。水，来下来，竟然这种阿伯变难的。知影伊叫水计划，这只是阿米亚灰，阿米亚灰。还可以阮这就困难的哦，这只阿辉啊就困难的唔哦。好搞阮小卡称哦。小卡车卖无这简单啦，我甲你讲，这只哦。哇！小朋友来家。什么？亲像什么？对，就安尼，亲像山路赶快就水耶。袂使，这题袂我过关。水哦，袂使讲袂惨。听到老婆在讲话，是实在话啦。水哦，听我的话，加两尾以后你食，两尾哦，加两尾以后你食哦。好望层哦，好望层哦。哎呦，哦，有听见啊？伊真正不会整，伊真正不会整。来，请讲。球杯跟太空站，我有一个太空站造型的球杯。好，算你对。来，登去咯，哇，这强的呢。拢转去啊，咱做伙出来学习是。来，咱来看卖啊，已经也未。已经要上课啊，伊还未准备好文具。啊，真好，真好。袂歹，好来哦，一题来看卖啊，球杯甲太空站。太空人伫太空站摕球杯拍乒乓。哎，乒乓。袂歹，礼拜来试看卖。我伫太空站看到一个球杯，哦，会用的呢。造型。头先伊是讲啥？伊讲伊有一造型啊个太空站的。太空站造伊讲太空站造型的球杯，对。所以去造型。造型，伊咧读的音是造型，咱念一个造型。造型，太空站造型的球杯，好来看卖，哎呦，4题拢摕哦，咱通啊摕到2块大片来，请摕来哦。伊拢听你的咧吼。顶一个嘛是马祖。哦。弄个样的，弄个样的。哦。好，摕到6块大片，
啊，毋过敢摕到宝藏嘞，赢来噶。摕宝藏敢有遮简单？还有2题无摕到哦。刚才有小可简单呢。敢若是咧，你怎甲突破啦？无啦，因台语哪只搞对啦？啊，都下下叫。对啊，哪遮高教啊？无好，即马有要刷位无？高要刷位，啊是安尼就好到啊。要甲手高我刷起哩。安尼吧。买就好，安尼，确定？主心敢有可能安尼背落拄迄2空？台湾拍这水啦。啊，莫这说啊，蚵仔嘴。你倒一对的啊？奇怪咧。无啦，哎，我听你讲话呢。你起来讲拍切水啊，这水呢？玩完哦，礼物你不开车，手甲放起哩。较大来较哦。大人爱超过1空才有准算哦。敢摕到宝藏嘞？请买。包装，包装。哇，无掉，无掉。手高啊！好啦，刚刚摕到的是 DIY 空转啊组。哇！你没有这里。你没有。哇！甜的哦，甜的哦。来，而且伊空转啊组有2种的哦，对啊。 2组嘞，还是有分别是啥？一个是会使起一间厝啊，一个是咱这个细细汉你是啊，你啊摇一个买，扣买。口碑。啊，对，那遮好的礼物啦。安尼今仔日参与落来，心情啥款的礼物？真欢喜。真欢喜啊，有好耍无？好耍啊！啊，师母你感觉嘞？规工安尼落来，心情趣味。多谢。谁较趣味啊？我是讲 BB 哦，唔是我。歹势，你莫甲你主持慢慢。哎，唔是，我记得你敢若有摕到迄个蔡宗宪的签名章哦。你是较缘投尔。哦，我较缘投啊。哎，你是安导，我是趣味。哦，安尼啦，哦，安尼我会当接受啦。啊，求稳你咧。我感觉真趣味，搁真好耍。真好耍，啊，祝福你后礼拜比赛通啊顺利哦，吼！加油加油加油！不如好。啊，幸福咧。我是感觉足欢喜，因为我来看到美美姐姐啦。哦，多谢多谢。啊，你我无欢喜哦。大家老样啦，足趣味的哦。哎啦，趣味上重要，啊，大家继续讲，继续练，恁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到底。